減息週期嚟咗，但定存利率唔跌反升。點解會咁？等我哋一齊睇清形勢，把握2025年11月香港高息存款嘅部署機會。大家好，我係嚟自經理工作室銀行28樓嘅經理28。喺繼續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撳一撳個鐘仔，訂閱我呢個頻道。將來有新片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即刻收到通知。我更加歡迎大家留言同埋分享呢條片俾啲朋友。如果睇下有廣告嘅，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睇到尾，因為資料搜集同埋整呢條片都要時間。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呢個頻道。最近市場一直關注嘅美國聯儲局，因為通脹回落、經濟增長放慢同就業市場轉弱，終於喺2025年9月重啟減息，之後再減多次。香港嘅大型銀行好似匯豐咁，亦都好快跟住下調咗最優惠利率 P， 照常理，存款利率應該會全面下跌先係。但係一個反常現象出現咗，市面上好多間銀行嘅港元定期存款利率依然企得好高，部分甚至逆市上調。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呢個睇落好矛盾嘅局面？作為精明嘅你又可以點樣喺呢個獨特嘅利率轉角市把握機會，幫自己嘅資金爭取更好回報？要明白點解存款利率會咁，首先要睇睇香港整體嘅經濟背景。根據政府最新公布嘅第三季經濟報告，香港經濟喺2025年第三季表現穩健，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增長3.8%。咁按季咧就經季節性調整後咧，亦都係有0.7%增長，反映外貿同本地需求咧持續支持經濟。同時，本地通脹壓力維持溫和。2025年全年嘅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預測已經下調到大約1.2%左右，第三季按年升幅大約係1%，屬於低通脹環境。呢種經濟穩健增長、通脹溫和可控嘅宏觀環境，加上利率正處於由高位回落嘅早段，就為大家創造咗一個短暫而珍貴嘅利率部署窗口。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為咗維持港元匯率穩定，本地嘅利率政策基本上必須跟隨美國聯儲局嘅步伐。美國聯儲局已經喺2025年9月進行今輪首次減息，之後喺10月底再度宣布減息0.25厘，令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進一步下調。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亦都喺9月18號同之後一次議息後兩度下調基準利率，目前基準利率已經降到4.5%，係2022年年底以嚟嘅較低水平。不過，正當市場一度預期減息步伐會一路減落去嘅時候，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10月議息會議後同埋之後11月初嘅公開言論中，明確講到年底再減息並唔係板上釘釘嘅事，未來減息嘅步伐同幅度要睇數據表現。呢番說話令市場對連環減息嘅預期降溫咗。總結嚟講，利率長遠下行嘅方向相對清晰，但短期內嘅減息節奏存在變數。正因為呢種短期唔確定性，銀行喺某啲年期繼續提供較高息定存，保留咗定價上嘅彈性空間。要拆解高息定存背後嘅直接原因，我哋必須關注一個關鍵指標：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同業拆息反映銀行之間互相借貸港元嘅資金成本，係影響存款同按揭利率最核心嘅基礎之一。2025年嘅同業拆息走勢，可以話好似過山車咁起伏。喺今年上半年，同業拆息一度明顯回落，部分年期喺6月曾經創出近3年低位。咁當時拆息急跌呢，主要同幾項因素有關。香港 IPO 同金融市場活動回暖，帶動資金流入。港元匯價多次觸及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喺強方保證下多次入市買美元、沽港元，向市場注入大量港元流動性。銀行體系結餘上升，短期資金相對寬鬆，令短端利率下行。以上因素令同業拆息喺年中曾經顯著下跌。不過，隨住之後匯價同資金流再度出現變化，根據金管局同市場數據，同業拆息自8月中旬起已經由低位回升，目前大部分年期已經重返大約3厘水平以上。以下係2025年11月14號香港銀行公會公佈嘅港元利息結算利率，同業拆息1個月3.0351%，3個月3.4692%，6個月3.391167%，12個月3.3841%。同今年6月嘅低位相比，而家各主要年期拆息已經明顯回升，雖然比2023年至2024年嘅高峰略為回落，但對銀行嚟講仍然屬於算貴嘅資金成本。
簡單嚟講，儘管市場預期未來1至2年利率會逐步走低，但銀行目前借入資金嘅即時成本，即係同業拆息仍然不算低，加上年尾資金戰、存款結構管理等因素，令佢哋仍然有誘因用具吸引力嘅定期存款利率嚟吸納同鎖定資金。喺減息預期之下，目前嘅高息優惠可以話係買少見少，但係因為我啱啱提及嘅因素，包括同業拆息仍然不算低、年尾資金戰、存款結構管理因素等，搞到喺11月港紙定期存款嘅利息都唔係話太差，尤其是係喺短存款期上面，比10月份嘅息口更加好。我同大家整理咗截至11月中旬市面上一啲比較有競爭力嘅港元定存選擇，希望可以幫你做初步參考。不過都係嗰句啦，我分享嘅都係港紙定期存款，呢啲息口可能要喺網上面做，又或者你要係理財客戶先至會高息啲。我嘅分享都係截至2025年11月14號嗰啲銀行嘅 offer， 所以一定要係以你去做定期存款當日為準。首先講一個月存款期高過 2.3 厘嘅有3間，工銀亞洲最高有 2.3 厘，不過要300萬起存，仲要係工銀財富客戶同埋網上面做。華僑銀行就可以做到 2.38 厘，不過就要係宏富理財客戶，門檻要港幣10萬蚊或以上全新資金。另外一間銀行呢，就係富邦銀行有 2.5 厘，客戶要經手機 app 開立，不過不論新舊資金都可以，但係門檻就要50萬或以上。跟住係3個月存款期，呢個存款期而家競爭最激烈，所以利息比上一個月高好多，我就分享下有邊間銀行可以做到3厘以上。首先可以做到3厘以上嘅銀行有富榮銀行 Fusion Bank， 因為係數字銀行，門檻都係非常之低。另外創興銀行咧都可以做到3厘，不過門檻就要50萬以上啦。工銀亞洲咧亦都係一樣可以做到3厘嘅，除咗要透過網上面做之外咧，仲要係佢哋嘅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雖然唔分新舊資金，但係要300萬以上先至可以做得到㗎。冇300萬嘅話，可唔可以有3厘呢？答案係可以嘅，只要你係佢哋嘅全新工銀財富或者理財金客戶，帶新資金80萬過去，開立定期存款做98天存款期嘅話，一樣可以做到3厘。如果新客戶用佢哋手機銀行 e 開戶，更加可以有特惠年利率 3.5 厘，不過最低存款金額係1000蚊，而上限為10萬蚊。平安一賬通銀行 PAO Bank 3個月存款期可以做到 3.1 厘，因為係數字銀行，門檻都係好低，只需要100蚊就可以開，唔限新舊資金。另外富邦銀行都可以做到 3.1 厘，不過門檻就好啲，除咗要喺網上面做之外，門檻亦都係50萬以上。至於今個月嘅高息王呢，就係華僑銀行，佢哋今個月可以做到3個月 3.2 厘。當然咁高息，佢哋只係會俾佢哋嘅宏富理財客戶，不過金額門檻只係需要10萬蚊或以上全新資金。6個月存款期方面，今次呢，我會睇下有邊間銀行可以做到3厘或以上。首先可以做到3厘嘅有3間銀行，分別係門檻低嘅數字銀行、平安一賬通銀行 PAO Bank， 跟住就係華僑銀行，條件同3個月存款期一樣，都係俾佢哋嘅宏富理財客戶。門檻一樣係需要10萬蚊或以上全新資金，然之後就係富邦銀行，要做到3厘嘅話，都係要喺網上面做，門檻一樣係50萬以上。最後到12個月存款期啦，始終因為預計嚟緊嘅減息情況，銀行都唔係太想要長存款期嘅資金，所以整體都係回落咗。今次我哋就睇下高過 2.8 厘嘅有邊一間銀行。OK， 高過 2.8 厘嘅只係得2間銀行，而2間都係數字銀行，門檻低，而且新舊資金都接受。想做長存款期嘅你哋，又想要較高息嘅話，你哋可以考慮下呢2間數字銀行啦。第一間就係平安一賬通銀行 PAO Bank 有 2.8 厘，100蚊起存。另外一間就係匯立銀行 WeLab Bank 有3厘，佢哋門檻仲低過平安一賬通銀行 PAO Bank， 只係需要10蚊起存。大家要記住，呢啲利率只係參考，實際條款同優惠可能隨時變動。落場做之前，一定要同銀行確認清楚。綜合嚟睇呢，當前市場正處於一個獨特嘅機會之窗，減息週期已經展開，但高息定存嘅選項仍未完全消失。呢個情況為追求穩健回報嘅你哋提供咗一個難得嘅部署時機。第一，把握時機。如果你手頭有暫時用唔着嘅閒置資金，而家就係認真考慮鎖定呢批較高利率嘅好時機。
隨住減息週期逐步深化，未來幾個月高息優惠好大機會會陸續向下調整，甚至靜靜雞消失。第二，貨比三家，唔同銀行喺年利率水平起存金額係咪必須係新資金，係咪只限指定客戶級別等等，差異可以好大。啱啱嘅比較只可以作為參考起點，實際部署之前建議你按自己嘅資金規模、流動性需求同風險取向逐一比較清楚條款之後先作決定。第三呢，就考慮整體資產配置。正如投資專家常常提到，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定期存款的確係非常穩健嘅工具，但喺減息週期中，定存息率往往會逐步下調，佢嘅吸引力亦都會相對下降。你可以考慮將部分資金配置到其他資產類別，例如穩定派息嘅優質高息股、環球投資級債券或者債券基金等等，建立一個更分散、更能應對唔同市況嘅投資組合。第四，善用港美息差。目前美國利率雖然開始回落，但整體仍然比港元利率為高。就短期現金管理嚟講，部分美元貨幣市場基金或者現金管理產品嘅預期年化淨回報仍然有機會維持喺大約4厘左右，甚至略高。對於願意承受匯率波動風險嘅投資者嚟講，美元現金產品可以成為港元定存以外嘅另一個穩健選擇。當然，使用美元產品之前，必須留意匯率風險。如果未來美元相對港元轉弱，即使利息比較高，折算返做港元後嘅總回報，亦可能會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喺利率嘅轉角位，你大致有2條路可以行。第一，鎖定安穩回報，善用6個月或者12個月定存，把握仍然偏高嘅息口，為未來1年到期嘅資金預先鎖息。第二，預留彈藥，捕捉下一個機遇。如果你對股市、債市或者匯市有明確睇法，可以保留部分現金或者短期存款，等市況出現明顯調整嘅時候，有足夠彈藥入市。最重要嘅係先清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現金流需求，再決定應該鎖息做定存定係保留機動空間。好啦，我係嚟自經理工作室銀行28樓嘅經理28，今次為你帶嚟喺1個月、3個月、6個月同埋12個月存款期上面叫做較高少少息嘅銀行，希望大家用得着。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記住幫手 like 同訂閱呢個頻道。當我下一條片一出嘅時候，你就可以即刻收到通知，繼續密切關注市場最新動態。有需要嘅時候，能夠可以作出精明嘅選擇，賺取最高嘅回報。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